各位兄弟平安。平安。这点，咱请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请咱默祷奏乐。愿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满伫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灵的权能得到满满的5万。一碟，咱要来念圣诗，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了上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甲海，学了上帝至尊至权主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上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甲海，学了上帝至尊至权主宰。现在，现在，万千光变白，免了感恩，尊严红颜的宝座前。现在，万万变更，每日天尊。感谢愿万兄弟道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华夏，感谢我兄弟主庇。现在，现在，尊严高伟大，阿罗萨维西，我以我主宰。阿门。这粒，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阵内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爬上帝大屏，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下面绝对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一条，咱要来启应，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咱启应文第50篇，启应第50，也记载以赛亚书第61篇，61章1091页，选着咱三角来启应。至管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会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主民，一条，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主你得胜的日子，你引带阮众兄弟平安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来敬拜主你。你是阮的石盘，你是阮的保障，你也是阮的关台。阮一生的生活也是你供应。当阮顺利的时，往往阮会时会袂记你上帝，陷落伫罪当中，行耶和华看做歹的事。阮若知影阮家己的过失，阮所犯的是得罪你尔尔。伫你的面前行即号歹，直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时就显明公道。因为你无愿人沉沦，你拢人爱得到救。你无照阮的罪管待阮，也无照阮的报应阮。你将耶稣基督伤死阮来做挽回罪，来做拯救的工作，降生伫世间。伊若信伊个，无得灭亡，反倒得到永远活。为了人的苦痛，为了人的逼迫，受人的逼迫，阮得到医好。而且为了阮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第三日也要对死人中来搁活。要显伫遐个使徒咧讲上帝国的代志，伫40天的之久，伫要上天，伊有交代，要来的时有圣灵的降临，大人就会得到能力，就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地极，为了伊来做见证。上时教会也受起立，共款，阮今仔日受到这的恩赐。圣灵的引带，共款，阮拢伫教会来做遮个工课，逐人八饼互相分享，互相激励来传播主的福音。阮当时的兄弟检查有辛苦病痛，甚至爱有特病院来出入，甚至有艰难的代志，也是恶担当的代志。你甲因讲，囡仔劳苦背重担来就近，就要得到安息。阮知患难中是教阮有利益，为着要互你学习你的律例甲法度。阮伫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今仔日也是育神新学院的纪念主日，主你也知，伫地动的代志，阮也看见有侪侪损坏，看见工受差派的工人，主你也引带因，上时也对着正教会的关心代祷，会当做扶持，互因伫迄个
玉山是人伊的所在，有好的装备，有好的车肯，到每一个所在为主你来做见证。阮也将今仔日讲台交代主你的手头，阮要由陈牧师拆明主你的真理，你的话一开拆就发出光，特别互互人通达。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免搁一遍得罪你。求主，阮搁一遍入伫圣灵内底，会当听你的声，互咱有运用，搁照安尼来行出来。阮也少年，阮无伫阮看见，无伫阮当中的兄弟，检知有好的有事情的多无，也是有主动的，也是有侪会出外。求主你拢甲因伫咧，上时也束缚，有见若奉主你的名，虔诚来到你圣殿的人，共款得到祝福甲平安。阮明仔载后总统的就任，主主你的灵甲新上任，伫咧会当伫即个社会扰乱的时，有主你来带领。阮也看见世界各国地要战乱，伫中东，无论伫苏联共款，阮也看见有足多来死失，离开因的家园。望主你的恩典，你的福音会当传到，互即种者有心存怜悯、自因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互即个世界会得到福音来传讲。阮伫你面前短短的敬拜，茫茫的坐到你遐，愿主你来感纳甲祝福。阮伫你面前奉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碟咱学老来请圣诗班，请来耶稣阮所仰望，是咱请诗班。感谢圣乐队带咱真水的敬拜赞美。
咱即条要来读圣经，咱要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和合本304页，大汉本是246，现代译本是331。现着我来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着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着专务以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咱圣经看到遮即条，咱今仔真欢喜吼！咱会邀请到咱的内湖咱的教会陈牧师来到咱的当中，要来为着育神来证道。伊的题目是领受恩典、见证主名，这是咱恭请牧师。要开始进前吼，你会感觉恁教会真特别无？足特别嘞！因为吼，一般吼诗班拢是查某较济，查甫较少嘿。恁查甫会当安尼四重唱啊嘿。伫即个牧师娘的带领下面吼，我相信会愈来愈精进啦吼。佫有啥物特别嘞？为什么会伫即个所在设立教会？就是即个教会伫即个社区内底要诚做真光，对无？所以社区外口佫有足侪人还袂信主的，对无？恁边仔着公园啊，遐足侪老人的，佫有囡仔、青少年。你要安怎想吼，才会当互即个社区的发展？但是吼，这个发展吼，拢需要安怎？先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啥物是健康的教会？好，要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在北阮的上帝，阮满心都感谢你，祝你的神即时就降临伫阮的中间，做伊伫头旁改变的工作，互阮得到困难，会当愿意来悔改认罪，互阮得到困难，会当看到外口的需要，毋那是阮内底的需要。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阮所敬听的即个牧师娘吼，各位长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即个机会代表玉山神学院吼来甲大家请安报告。虽然即个地动有淡薄仔损失吼，但是主对咱的疼永远未改变吼。上帝的爱永远不改变。感谢即个自由教会的疼痛吼。伫直播中间有即个玉山神学院的即个奉献地吼，请兄弟吼继续支持即个原住民的教育甲经费的需要。也感谢西湖教会长执会友过去对神学院的付出，因为你的关心甲奉献，互即个信仰一代一代传承落去，继续来成长。愿上帝亲身来纪念，互咱搁一届伫主的疼恩典的内底彼此来分享大道，互主的恩典透过伊家己的话来激励帮助咱在座每一个兄弟。愿主祝福大家吼。我拄仔讲健康的教会有啥物特色？弯来弯去，毋是嘛吼？有啥物特色？一定甲外口无共款，咱才会吸引人来啊！因为内底一直吵来吵去，谁要来？佫有无？来想看觅。伫遮内底吼，爱有啥物学习对无？你有学习有成长吼，才有法度留落来嘛。伫遮内底有啥物？最主要有上帝疼嘛吼。逐个拢疼上帝啊，但是安怎？有啥物意见无共款？意见无共款，就是你背景无共款啊，你安怎？你的经验无共款啊。所以这拢是好多样性，要用上帝的心来接纳、包容上帝的心意。到底伫即个教会有啥物心意？这是上重要的吼。你要安怎了解上帝的心意？来，记咧，老基督徒，用老生常谈嘛，就是祈祷加
即个读圣经嘛。哦，但是咱安怎读圣经读足济，大部分拢是安怎知捌尔。你甲有用出来，听佮遵行伊的话，就要安怎得到福气，谁无爱福气的野手？啊，拢无嘛，逐个拢爱啊。所以你敢有法度安怎一句话就好啊？你咧听道理的时阵啊，一句话，上帝一句话插着你的心，你敢有？你偌久无即种经验啊？哈，偌久无，拢毋敢举手吼。来好地区吼，真正需要大家的祈祷。阮教会嘛是共款，莫互长老教会诚做啥物老搁安怎？吼，家己去想啦吼。所以内底吼，爱有啥物关怀嘛，和谐，要怎和谐？爱靠上帝啊，爱靠圣神。今日是圣神降临的日子吼，为虾米遐会当得到圣神降？遐温度会当得到圣神，安尼勇敢出去？你敢有花代价咧祈祷，甚至安怎跪伫即个礼拜头前咧祈祷？毋是讲跪伫祈祷较有效吼，是要甲你讲，你个人敢有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那是内室的祷告吼。那长老教会上欠缺是啥物？哈，紧嘞，长老执事，来，听吗？你的听跟我的听无共款。大家想一下吼，这拢爱想吼。啥物是教会需要重视的代志？主日奉献吗？中一个行政工作吗？信徒参加教会吗？最主要是安怎？你甲上帝的关系。教会的使命是啥物？那个 PPT 要放一下，有没有 PPT？好，无要紧，伊互伊一点时间吼。咱阁继续来想吼，教会的使命是啥物？对内是啥物？咱来延光归乎上帝，对无？对外是啥物？对外传福音嘛吼。因为咱是安怎？咱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安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重价买赎回来。伊的命令是安怎？叫咱差遣咱出去，差遣我们出去，见证传福音来服侍人。但是吼，咱拢会安怎？啊，迄个少年做得好啊！安怎？有足侪借口的吼。阮教会还阁无平安啥？长老教会的问题就是安怎？大家拢诚做啥物道理精啦吼。哇！这个牧师吼，安尼讲到我无介意安怎？拢甲咱头壳的吼，无用心啦吼，去听这个教会，无明白上帝的心意吼。牧师，你是要那个请安报告的 PPT 吗？还是你有给我们 PPT？ 嘿，我有给你们牧师。我没有，我们没拿到。OK。你可以给我有吗？那个先把。
我这个条码那个已经过期，没关系，我今天就先用讲的。其实有很多要分享的啦，哈。嘿，那我就关掉。嘿嘿，没关系。好，咱继续来想吼，这个教会咱提供啥物，互咱这个社区？咱信徒的功能是啥物？要有真理的教示嘛，有三听嘛，有喜乐的敬拜，最重要是安怎？将上帝的听来分享出去吼。教会使命咱是安怎？带领人来信主的工作。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就是安怎？要来带领人来认识这个真理，借着信徒一个顶一个，互信主的人愈来愈侪吼。我拄讲到吼，为虾米人无法度入来吼？当咱内底教会健康吼，你着安怎？自然吼，伫你所住的所在，你的工作，你会安怎？不管是老人吼，你去运动的时阵吼，你着会安怎？发出迄个甲别人无共款的香味，人着会安怎？自然来问你讲，你哪里遐尼喜乐？有啥物秘诀啊？无啊，我的秘诀就是安怎？食上帝的话，我的秘诀是安怎？祈祷。我的秘诀是安怎？哇，这个真好的见证，人才入来啊！咱拢安怎内耗伤济啊？内底然后枝节枝末的便当啊，啥物，这事务性的代志吼，咱拢袂记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圣洁、悔改，毋是讲别人哦，是讲家己哦，咱拢是罪人。使徒保罗得时无得时，拢爱传福音，带领人来信主。最后下些腓力嘛，带领非洲的即个官员来信主吼。所以爱有行动，但是爱有行动吼，你内底无健康要安怎行动？所以和睦就最重要，和睦啦。你要安怎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大家意见拢知识水平拢足悬的拢足厉害吼，但是你心内敢有安怎敬畏上帝？你所讲的话，敢有讨上帝欢喜？你要拍开你的五官啊！五官是对，目睭、耳孔、鼻仔、喙，对一个上歹管，喙齿啊，拢讲这个安怎吼？要背讲人的英仔话，传来传去，地球安怎？愈来愈败坏，魔鬼撒旦都赢啊！伊就是要来安怎偷、排、毁灭。魔鬼来就是要怎样偷抢、毁坏。上帝来是安怎？要互你性命，而且是安怎搁较丰盛的性命。无说伫遮正道吼有精神无？哇，精神足大诶！我透早来的时阵，就问我讲点名婆伫倒，点名婆伫倒，哇！牧师若无伫要安怎？保罗先生伫上帝甲基督面前，伊吩咐提摩太爱做诶代志是着传道。道的原文是为上帝耶稣基督爱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全部就是安怎？你爱备办，啥物代志拢爱先备办吼，备办妥当，随时准备好。保罗先生吩咐提摩太是安怎？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外口的环境怎样，无论听众有介意无，无论看会到看袂到的工作，咱安怎随时听候准备好，尽家己的职分吼，宣扬基督的真理。佮用安怎百般的宽容，逐种的教示、责备、境界、劝勉人，全部传道吼。这其实每一个拢会当讲足久的啦吼。全部务要传道吼，无论得时不得时，要用百般的宽容，各样的教训，各样的教导。而且保罗先生用安怎责备、警戒、劝勉人，而且用三个命令吼，吩咐提摩太爱责备、警戒、劝勉人。你偌久无人责备啊？来举手。大家拢去用责备过吼，
伫教会内底，特别伫教会内底，境界，咱个警醒的心，听候主过来。你偌济时间无境界啊！哇，即摆世界大乱啊！吼，咧战争啊乱，足济现拢出来讲上帝要来，上帝来，你敢有惊？今日上帝处你的性命，你会安怎？会惊无？会惊死的野手？哇！大家拢毋惊啊！你会当去做宣教士啊？真个，若听上帝的人，啥物拢毋惊。这边的意思就是喏，对犯着错误的信徒，要指出伊错误的所在，向刚指出，哦，平安了，平安了。沉默的大众，即摆立法院搁咧乱啊吼，看到咱教会状况是安怎？境界是比这边搁较强吼，带着处罚吼。伊即是人爱紧紧来反悔，无有搁较重的即个刑罚。伫教会内底嘛是安尼吼，安怎一个人犯毋着吼，你安怎？毋是当面甲伊讲哦，是私底下约伊出来吼，甲伊考课吼，然后安怎？这是圣经的原则吼。伊若无爱听，爱招啥？属灵的长辈还是长辈去甲伊劝勉吼。伊若佫无爱听安怎？甲伊当作外邦人，莫插伊。劝勉乃是安怎？不断鼓励，不断鼓励。听不到除了犯着错误的信徒，爱责备境界以外吼，佫爱积极来安怎劝勉，互伊甘心乐意，有够个勇气来悔改认罪。咱敢做会到？做会到无？感谢主，有人出声吼，代表伊吼是一个真虔诚的人吼，常常伫主面前悔改认罪。逐种的教士来责备境界劝勉人，佮用逐种的方法来消除、来引导因来悔改吼，只是因爱行的路吼。上帝每一个人的信主拢有无共款的计划吼。伫我信主，我几岁？我才有几岁？有一个啊，50哦，好55岁啊！你无输几岁？哈？还无输6。49，搁咧无用，这拢听袂着吼哈。49哦，对啊，恁无输比我较少年，我的囝已经偌大，一个大4，一个大1。上帝对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心意，伊对我的心意是啥物？我自细汉较无伊的话伫我的心内，经过伊奇妙的锻炼，我过去工作15档吼，我伫基督化的家庭中大，我是学检验的，医事检验吼。但是上帝却带领我伫即个西游记吼，就是洗肾中心吼，我有2场执照吼，10几年的时间吼，台安医院啦吼。这个期间看到病人种种的即个艰苦，我体会到信仰是每一个人的希望。才会甲因开讲建立关系，发即个福音单张，邀请因来教会。传统的上时也感受到家己信仰无够，我伫即个华神、台神拢有装备吼。但是伫即个20年前吼，20年前，阮太太有生7个月，接近8个月时，常常晕吐，出入病院吼，医生拢当作安怎正常的啦，这孕吐来处理吼。但是安怎？直到有一摆检查，佫晕佫吐，需要人扶咧入去吼，入去到即个病院，佫需要坐轮椅。耶稣看马上带伊。但是安怎？带伊的中间吼，已经昏去啊！上烦恼的是啥？我佫有一个人，我是上重要的嘛。佫有一个妈妈嘛，哇，目屎滴目屎流，哭到要死。结果伫即个暗时吼，检查了后吼，伊安怎是发现即个脑部吼有歹物吼，需要安怎紧急来处理吼。迄个歹物就是脑瘤啦。伊透过安怎颜面神即个听神经吼，伊是听神经瘤，所以为遮安尼安怎一直生吼嘛，毋知当时生，反正自细汉就有哈，这个细胞突变，这无法度解释吼。
已经安怎直径超过5公分吼，已经大到5公分了吼。可能是有心啊，然后荷尔蒙变化啊，本来足细啊变大嘛有可能，啊嘛有细胞突变啥拢有可能。直径超过5公分，压迫到咱的生命中枢是啥物？脑干，所以就昏去啊嘛。哇，就安怎？为台北吼，紧急送去甲迄个德维亚遐走病床吼。哇，迄阵啊，哇，大家拢安尼足无闲。我迄阵嘛second， 我家己学医学嘛，嘿，第二意见啊，要上台大还是龙总啥？啊，最后吼，我就安怎送去。咱家己较熟的嘛，马街嘛吼，啊嘛毋知影马街有强无？我知影迄个国防体系啊，台大迄较强吼，啊马街毋知有强无？我毋知影。但是吼，我靠上帝稳定吼，送去到迄个马街的时阵吼，拢安怎兴去啊，昏去啊吼。然后我感觉伊比我较勇敢，连工吼叫伊来见证吼。随后伊即摆佫坐轮椅吼，真惨啊跋倒，哇，骹佫安尼。更丁啊啥，所以伫伊身上吼比我佫较侪见证啊嘿，啊我嘛不了侪见证啦，拢上帝稳定啦吼，连刚才分享，先分享一个啦吼，啊所以安怎去到迄个马街的时阵吼，就安怎昏去啊，无法度啊，我伫遐听候吼，过一工佫醒起来，因为安怎处理？差一个讲吼，甲迄个脑压吼先引流出来吼，压力。伊就醒起来，我发生啥物代志，伊拢安尼戆醒吼，嘿，啊我讲哇，你安怎即个目屎流目屎滴吼，滴喺伊的身上吼，伊拢安怎？伊拢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嘿，伊就单纯信靠上帝安尼，啊无拍算安怎？内底佫有囡仔啊，要安怎？是要破腹还是紧甲弄起来？嘿。就跟他这个电影情节共款吼，你要安怎？你是要先要小孩还是太太？若是你要啥？来讲一下。两个当然嘛，两个拢买，啊那干那选择一个咧？太太吼，以后可能佫有机会生嘛吼。我嘛是安尼甲医生讲的，但是若是大人会安怎？啊妈，先救囡仔，会无？你若关系无好的，可能就安尼吼。啊，所以伫迄个过程真正真紧张吼，真紧张。啊，所以感谢上帝稳定吼，过了一礼拜吼，因为吼，迄个胎儿8个月早产儿还袂成熟诶，毋惊迄个肺部还袂成熟吼，想讲佫等看卖，看会当无吼。啊，即摆就较有经验啊，嘿，较有经验就安怎？都差不多过一礼拜时，哇！伊佫开始安怎？现人佫开始安怎？哇！紧 call 迄个医生吼，半暝的时阵吼，安怎？医生就来，吼，紧诶破腹，胎儿窘迫，去破腹出来，哇！出来是安怎？乌诶规乌诶乌面嘛，啊用迄上输，嘿，氧气哦，伊甲积，哦，但是迄个遐佫无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我紧急吼，我就伫迄救护车内底一直用吼，紧急送来台北遮，德维亚佫送来台北，所以我安怎两边走？我迄阵佫咧上班呢，我咧上班咧，台安医院上班呢。这是上帝互我的功课甲考验。迄段时间，我甲上帝特别亲近，特别听我的某吼。迄阵啊，哇，逐工拢咧读迄个如何为妻子祷告，每一工拢有上帝。即个无共款的带领吼，特别我咧后壁拢有写吼，伫迄本册内底，上帝嘛找足侪天使，我迄阵也是咧荣兴长老教会吼，哇，足侪人咧帮我祈祷的嘿，甚至牧师啊，哇，阮某诶人缘伤好啊，伊早是伫遐做圣歌队诶指挥嘛，哦，逐个拢来看伊安尼，哦，比我人缘佫较好。伊嘛彻夜祷告吼，常常祈祷吼，所以你偌久无感觉上帝无听你的祈祷，逐个拢有敢举手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嘿，不管你拄着啥物困难，不管你拄着啥物灾害，不管你是好的事还是歹的事，伊拢有咧听。但是咱安怎？咱为啥物听无？
咱心足对的，咱无拍破咱的五官来安怎？伊食着圣经，伊食着上帝的话，伊食着环境，伊食着安怎？别人对你讲的话，咱拢伤钝啊！圣神无互每工互圣神充满，来改变咱吼。旧的我，互伊来充满吼。时间要到啊吼，佫有足侪见证的啦嘿。其实上去到遐了后吼，我着安怎两边跑啦吼。但是吼，我简单讲啦吼，过了即个我的囡仔即马吼足健康的吼，感谢主吼，这拢是上帝的恩典。即个手术的过程超过12点钟吼，伊即马佫甲脑瘤共存，所以已经偌久啊？阮后生几岁就偌久啊？嘿，21冬啊！上帝保守看顾，而且安怎？我佫生第二个哦！逐种的声音嘛，国外的声音，我生安怎啊？但是上帝应允，我咧祈祷共款吼。上帝安怎？伫这过程中间吼，虽然嘛足侪过程的吼，即摆讲袂了啊，无时间啊吼。以后有时间再讲啦吼。但是吼，要讲的代志足侪啦吼。上帝借着伊的恩典吼，来透放，来改变阮吼。即个第二届吼，脑瘤佫大起来，要安怎？哇，佫一届安尼。好佳哉吼，上帝嘛陪伴好的医生吼，阮转诊去迄个龙总吼，伽马刀做伽马刀，迄个较细粒才会当做吼，伊符合迄个资格啦，嘿，伽马刀切，嘛是佫有瘤咧内底，无法度，嘿，伊就影响着颜面神经，所以歪一边。规个颜面神经拢影响着，但是犹原咧服侍主吼，规身躯拢有一寡问题吼，但是犹原咧服侍主吼。虽然拄着遮灾害艰难吼，但是犹原阮爱跟对主吼，所以也没有影片嘛吼，有那个南方澳的影片。哦，玉山不用啦。你可以那个网络搜寻南方澳，哎，南方澳教会 YouTube。我南方澳教会儿童营吧，不要紧，继续讲吼，我伫我的生命内底。对我囡仔的操练嘛足济吼，所以看片啊怎，学校一直咧换，一直换，拢无朋友吼。阮哥哥甲妹妹是因上好的朋友吼，所以伫阮兜内底吼，嘛有真大的即个征战吼，征战。特别伫即个对，这个，对这个，嘿，来从头播。这是渔港吼，迄个金马座吼，全号马座上大的所在吼。迄每一届吼，即个新春的时阵拢几亿的哦，亿来亿去哦。阮头壳门拍开就当看到渔港啊，嘛会当看到迄个马祖庙。这个背景音乐是背景音乐吼，是这个扛我的手。声，我伫遐做真侪工作吼，本地干那2个囡仔尔吼。
好像不是这个，另外2022的不是那个，不是。这可能是阮后壁吼，因搁继续带落去的，嘿。2018，你2010几？我这边看。下面，再下面一点，再下面一点。对，这个，对。OK。2002。是吗？还是不对？也不是。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哦。2001几的。有一个2018的。啊，对，那个中间那个，不是，渔港。渔港，迄个阮教会。2017吗？对，17。那叫水的吼，上帝所创造美丽的。这是国语版的，还有台语版的啦吼。阮咧做迄个提督班吼，阮两个就是即个教母吼，囡仔，还有即个福音队吼，甲罗东教会结合吼，出福音队。本来敢若两个囡仔尔，阮搁做陪读班，伊遐真正足侪外配吼，外配囡仔拢无人教，阮拢甲招来，就咧遐跳舞有无？即摆拢大汉啦吼，甲阮查某囝共款。基本上，庄脚教会拢是安怎老人甲囡仔啦吼。啊，阮遐较特别吼，因为是即个景点啦吼，景点，即个礼拜堂内底吼，咧遐跳舞，每一届即个母亲节啦，还是即个父亲节嘿。啊，阮甲学校的关系足好诶嘿，甲校长啊嘿，不管是国小国中。还有幼稚园，这是青年使命团哦，伊是无偿的哦，佮为阮奉献来遮吼，因足勇敢的吼，直接去安怎去马祖遐来传福音，嘿，拢是香港、瑞士那个美国吼、亚细亚。台北福音队吼，甚至安怎林良堂拢甲阮合作吼，来遮带遮清礼堂，伊嘛足厉害吼，比信正就甲掠去啊，最主要要互因信主就对了。去学校，阮甲伊建立足好的关系吼。还有老人的时间吼，囡仔吼，老人上介意囡仔去啊。
传福音吼，礼仪讲，啊，搁有伫个会友的家庭吼。迄个桥就是放外迄个啊，即马搁起好啊。好，感谢上帝吼，伊一路会带领吼，伫山顶海边都市吼，我即马伫即个来有教会吼，对破病手术，每一届见拢无共款，但是虽然阮有软弱，但是靠出来刚强顽靠，阮只是经历着即个慈悲怜悯。疼咱的上帝，毋敢疼我啊，疼你诶。而且是安怎100%呢？你有感受到无？你偌久无感受到上帝的疼？找回起初的迄个疼，甲热情吼。所以嘛，圣经甲咱讲吼，当咱专心倚靠主的时，伊就要赏赐你10分的平安吼。当咱做伫上世的信上，就是做伫主的信上。当咱掠上帝旨意做优先，上帝心意做优先，做快乐的时，咱合伊的心意，伊就安怎亲身来引带带领，资源啥拢互你吼，伊要安怎为你负责到底吼。伫破病的中间，我嘛经历着安怎凡事三角来，叫疼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阮要大声讲吼，虽然有征战，有困难。前，阮耳孔听见你，当我要目睭看见你，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互阿爸爸上帝。圣经讲，无论得时不得时，是指任何时间拢会当传福音，无时机的好歹，无对毋对的问题。地点有下移无？要传福音，保罗先生伫家家会当传，主耶稣基督伫世界要死也嘛会当传。无论对象是啥物，嘛是爱传吼。无论大人、老人。迄毋是别人的权利啊！我信主无偌久啊，你去传就好啊。还是我信主足久啊，迄我拢知啦吼。是爱将福音来传开，互人人得到救恩，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上帝呼召咱、拣选咱，伊其中一个心意，就是爱叫咱去宣扬伊的好德。传福音无分咱信主偌久，上帝心意是爱咱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全部伊用百般宽容、假释来。责备、警戒、劝勉，所以爱准备好无？你准备好啊未？哈，有，感谢主吼。准备好的人就是讲啊，你准备去见上帝，伊拢毋惊死啊。上帝喊你听你，你要安怎回应伊对你的好调？咱毋知影咱偌久都再过去吼，有诶少年都过身去啊，即摆足济啦吼。咱拢互媒体安怎手机啊绑条诶，长老教会上欠诶是啥物？年轻人吼，我讲家己啦，听默想上帝诶声音。咱拢爱你甲上帝求，但是咱无互上帝空间甲你讲，遮个环境，遮个你甲伊诶关系，默想每一个字，即个导读啦吼，一字一字拢哇，拢有伊诶意思伫内底，甚至甲背起来，伫紧急诶时吼，伊会跳出来帮助你，你敢有相信？有诶人举手，拜托诶，紧诶。哦，终于有点热情了哈！感谢主哈！我相信我来遮嘛毋是偶然的哈，有上帝特别的心意，所以主动嘛足大的哈。所以恁爱为恁的牧师娘祈祷，足重要的哈。啊嘛为我祈祷啦哈，是算内湖地区的拢祈祷啦哈，牧者。上帝呼召咱拣选咱，其中一个心意，就是爱咱去传扬伊的好德。
无论咱信主偌久，上帝心意就安怎，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全无伊用百般的宽容、假释来责备、警戒、劝勉，爱随时备办好把握机会。机会有时一改就失去啊！咱毋知影咱会当偌久吼，互主的名得到荣耀。咱同心仰头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来到你的神宝座前，恳求你，互阮时常有一个听灵魂、听趣味的心。主，你叫阮来随时准备好。主，你一直咧甲阮叩门。阮的心敢拍开，要互你来做阮的主，互阮先甲你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每工，互你的心来充满，因为阮知影主你要使用阮每一个人，互阮成做你的同工，互阮勇敢回应你的呼召，互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上，互阮去招办百姓来做你的学生，跟行洗礼，分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主所有的命令，主你着应允，要日日到阮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主这是你的应允，要掠掉你的应允，互阮为主来传福音做干净，去人来归向你。主啊，求你转化阮的心，特别阮的家庭需要主你的保护。撒旦魔鬼上厉害，就是攻击阮的家庭。互阮教会、社会、国家，互基督的福音遍传伫台湾，公义人民实行伫每一个政党，基督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感谢牧师下面的即个，咱要来回应，咱要来唱圣诗553首。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养，互人心无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阳光救主耶稣，请咱起立金泉手。为主来做干净，主是至好朋友，将主疼痛来保养，保人因无承受。为主来做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阳光欢喜作声，保养救主我头头给了众生信仰。为我来做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咱着不守公义。无尽力来干净，阳光的万事，为主来做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阳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干净，生命最的世界，大地的爱光景。
为主来做干净，阳光叫做耶稣，为主来做干净，阳光叫做耶稣。请坐，一点咱要来奉献。请民兵指示甲秋妹指示。接咱来看周报，咱来看就咱今日新来的朋友哦，我们应该先欢迎牧师啦。牧师今天他是内湖的教会来到我们正道哈，他来我们欢迎他。好，就像这。再来第二个，我们想欢迎那个薛啦跟那个Richard哈，他来请他们站起来，拍手啊，好，请坐。哦，他是我们在美国我们教会同样一个教会聚会的弟兄跟姊妹，我们是在那个你只要去到美国去苹果或是去 Google 附近就会找到我们教会，就在那附近。然后我们是在台湾的嘉南长老教会聚会哈，那我是在台语部，他是在华语部，然后我们在那边认识哈。OK， 今天他一直来到台湾哈，然后现在住在我们家，然后我们一起来这边做礼拜，我们很欢迎他哦。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日圣灵降临节以及玉山是人于奉献主日，玉神派来予教会陈俊宏牧师前来本会请安报告，叶牧师来前往来予教会，咱也为着今日的事工，咱来献上咱的关心。我代表教会，搁甲陈牧师来致谢。来，第二，咱今日下晡3点半，伫中山教会有客家拜年音乐对话、大手牵小手，以及来传乐音乐会，免费入场，欢迎兄姐、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三点，伫拜六5/25要伫现宗兄甲秋妹执事的厝举行家庭礼拜。地址伫港华街62号4楼，电话2999052。上午10点伫教会前一盒牧师祈祷后，步行前往布营请假秋妹执事。因迄是公务吼，无电梯啦吼。咱来第四点，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伫教会有查经祈祷会。6月期的主题经文为新约圣经约翰1、2、3书，请教会兄弟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拜五第5点，需要探访也是意愿开放家庭礼拜的家庭的兄弟姊妹，请通知叶牧师也是教会长职来安排。第6，后周5月26的主日礼拜题目是软弱中显灵中。
经文伫哥林多后书12章1节到第10节，含圣诗173、581甲402。启用15，金句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咱来看倒边教会的活动，咱主礼拜10点，咱圣歌队的练唱是8点45，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咱草会是每月的第一礼拜吼，上午10点。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咱今日招待是文龙兄甲宪宗兄，咱今草会是江老师吼，清扫是小宝姐。咱后礼拜讲道共款是咱叶牧师，师会是秋妹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牛德乐，司献是余王兄甲余王师甲明明执事，招待是燕庆姐甲苏文姐吼，草会是秋妹执事吼。清扫秋妹执事，咱倒边的事项，奉献若有重大，咱才甲过节来迄落。咱即个来看正边的本周金句，右边下面吼，咱的根据台语我先读一遍，咱来读2遍，华语才读一遍。着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着专无以用百般的宽容，甲时来责备。境界宽免来，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以用百般的宽容甲时来责备境界宽免。着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着专无以用百般的宽容甲时来责备境界宽免。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这样的教训，对人劝勉人。好说四章第2节，我们一样坐在位置我们用拱手向前后左右互相请安哈。遮也真紧吼，安尼去美国3个月，甲咱无见面吼。我们到美国3个月哈，没有跟大家见面。然后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美国都跟薛亚跟吕角他们一起哈。我们大概1个礼拜几乎有4天到5天的相聚哦。除了主日，还有我们周一有活动，周3有活动，周4、周5都有活动哈。很好，在那边感觉体会到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孤独，每天都很忙哈，甚至比跟那个跟家人的聚会的时间都还多哈。因为我们家人教会，他礼拜天的聚会他有分嘛，我们是台语，他们是华语，然后我们有中午，我们有主日学，聚会完有没有主日学？大概到12点半才吃饭，吃饭我们就会有交通啊。我们教会如果全在我们复活节当天的话，全都是连英语堂都聚会的话，大概有超过400个人哈。所以是，你如果参加教会的活动，真的是每天都很有事情可以做哈。然后礼拜一我们在台湾会馆，我们有长老会专门分享，都是退休嘛，因为大家都闲着没事，就退休就分享，然后在那边也经历到。听他们很多到美国当初的困难，当初的神的带领，然后每个人的经历真的是非常宝贵。就是我牧师今天所讲的，真的不是能用1、2句言语文章所能传述的哈。然后在那边我们夫妻也感受他们的接待，然后跟我们一起有做一些活动，然后运动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肢体的。然后礼拜3我们会到另外一个教会，我们会有去打乒乓球就会跟一些活动，然后活动到之后就会有聚餐什么，所以就觉得有礼拜4也是到台湾会馆就是这样那他们刚好来台湾玩，然后我就叫他们来，我就带他们这2个礼拜，我会带他们从台北、金山、基隆、宜兰玩到阿里山，然后要去嘉义、台南、屏东，
到最底端的人比像我们这两天他们让他们感受，他们听不懂台语，所以他们今天是来跟我们聚会然后他们是中国广东，然后他们到美国已经超过30年，他们也深受共产党的迫害所以他们如果要谈到对大陆的怎么样，他们批评会比我们多，所以让我们很难想象他很多事上我们常常在外面看得见的很多事情，我们在社会很底层我们看不到，然后他们也很向往台湾，我很鼓励他们也想说要来台湾住，然后要来这边我说好，那很好，到时候就可以来我们教会聚会，那我就你先教我英文，我就教你台语。好，那很好啦。我们反正就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在不同的我们的聚会就很容易一下就变成一个家人透过很多的在一起我们可以很多的学习所以希望他们这2个礼拜在台湾的行程有很好他们回去都要分享，所以也求神祝福他们，让我们在这2礼拜能够平安。谢谢，也谢谢大家这几个月来我们很久没有见，在此跟大家说一下。好，这是我们来唱圣诗391，咱这是来唱圣诗，圣诗刷请牧师给咱祝祷。圣诗391首，圣诗391首，请咱起立来吟。俄罗天顶主宰。愿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启示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听，也愿这个圣神的感动，甲咱三甲弟弟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